来有关这个停班停课，行政院是要求气象署伫暗时9点，搁增加一届的风台的报告，他来提供地方政府做参考。但是安尼一来，宣布的时间恐惊就要延到暗时的10点。台北市长周万安讲，原则上，这个台北、新北、基隆甲桃园，都是维持伫暗时8点来宣布，因为惊伤暗会造成着市民的困扰。不过，台中市长卢秀燕讲，伊可能会暗时10点才来公布。真实广告应变中心变作风环强度风台空雷，市长周万安用心咧听。康瑞台风对于本市构成严重威胁哦，可能最强烈是从明天下午开始，一直到后天的上午。爱听当然各者市民的声音，要做上缘投的查甫囝真无简单。若爱体谅大家什么休假心情，即马中央阁下令爱气象署增加暗时9点阁报道一摆，讲是要互地方政府参考参考。不过这敢会喊破8点宣布的惯例，牵动规个基北北桃。基北北桃，我们其实原则上都是8点钟公布，最主要如果太晚，可能会造成市民朋友的困扰。讲8点就是8点，若无会造成市民朋友的困扰。如果说7点所提供的各项数据，以及经过基北桃4县市沟通讨论、重整各方的因素，还无法很具体做一个判断，当然我们就会4县市延后来做一个宣布。在北北基桃还没共识之前，新北市就以8点钟的一个惯例来对外来宣布，因为考量很多的孩子们在上学的过程当中都会及早休息，也要让家长们做准备。基北北桃同款8点宣布，不过中央讲增加9点阁报一摆，马上南洋基政管区行无共调。如果改到9点做最后一波的话，有可能必须要到10点左右来宣布哈。各县市会联络一下，看大家怎么来宣布哈，跟大家做个预告一下，那让大家了解新的这个规定。就惊民众不欢喜，地方首长宣布风台改时间是一步一步行甲真细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